大家好，我係傻強。今日我想講一個人，但如果你肯聽到最後，你會慢慢發現，我真正想同你傾嘅，其實唔只係一個演員，而係一個已經慢慢退出歷史舞台嘅時代。我想你而家先停一停，冇一睇。有幾多次我哋係因為一條短短嘅新聞，先突然意識到原來一個陪過我哋成長嘅人已經唔喺度。最近好多人都係喺網上先知道，原來功夫入邊嘅火雲邪神梁小龍已經靜靜咁離開咗，唔係頭條式轟動，唔係全城停低一齊悼念，而只係一條消息，好低調佢嘅新聞網站、社交平台、討論區之間慢慢傳開。呢種離開其實好符合梁小龍呢個人，佢一生都唔係一個中意企嘅光燈最中間嘅人，佢更似係站喺舞台邊緣。但一出手你就知佢喺度嚟嗰種存在。你聽到呢個消息嗰一刻，你不妨問下自己，腦入邊第一個畫面係冇？多數人浮現嘅唔會係一位白髮蒼蒼嘅長者，而係一個赤裸上身、肌肉繃緊、背脊微彎、眼神兇狠，但係步伐異常穩定嘅身影，一步一步由黑暗之中行出嚟。火雲邪神呢個畫面幾乎已經同梁小龍個名綁死㗎。但正正因為佢，我先想講句比較殘酷嘅說話。如果你只記得火雲邪神，其實你只記得咗梁小龍人生嘅最後一幕。而喺呢一幕之前，佢其實已經行過一條好長、好硬，亦都好少人真正理解嘅路。梁小龍出生嘅年代本身就唔浪漫，嗰個年代嘅香港唔係一個成日鼓勵你追夢嘅地方，而係一個日日提醒你要生存落去嘅城市。學武功唔係因為覺得型，唔係為咗有一日上鏡，而係因為對好多人嚟講，多一身本事就等於多一條生路。功夫唔係藝術，係工具。咁細個學功夫嘅環境，今日睇返，甚至會覺得有啲殘酷。咁冷氣武館，佢保護裝備嘅安全性，你跌親，你受傷，佢人會停低咁安慰你。嗰個世界好直接，你捱得住，先有資格繼續行；你捱唔住，啲人會等你。正正因為佢，梁小龍入行嘅第一步從來唔係主角，佢先做替身、做武師、做背景入邊真正出力但永遠冇命咁勝嘅嗰班人。呢一代人有一個共同特質，佢哋嘅身體就係佢哋嘅履歷表，邊度受過傷，邊度捱過打，全部刻晒啲身體度。所以我成日話，梁小龍屬於嗰一代真功夫演員，唔靠特效，唔靠剪接，唔靠包裝，靠嘅係身體、膽量同埋一種你今日好難再複製嘅硬淨。70年代香港武打電影同電視劇進入黃金年代，你而家再諗返，可能會覺得節奏慢、鏡頭夠，但喺嗰個年代，觀眾冇得好投入，因為嗰啲戲係真打，拳拳到肉，跌落地真痛，善惡分明，輸贏清楚。大俠霍元甲、陳真就喺呢個背景底下出現。梁小龍一夜之間紅遍華語世界，唔係因為宣傳，而係因為口耳相傳。你要記住，嗰個年代嘅 YouTube 嘅串流平台冇演算法幫你推，一套電視劇紅係全城一齊嘅，一個角色成功係由茶餐廳講到屋村，再講到學校操場。梁小龍喺劇入邊演場，唔單止係英雄，而係一種時代形象，一種企得直、打得硬、唔怕輸嘅價值。佢甚至唔需要講太多對白，觀眾已經自動將情感投射咗落去。但人生好少會一直順住嘅，成名從來都唔等於你可以一路安全。80年代後期，市場開始變，偶像文化出現，喜劇上位，包裝、特效、速度慢慢取代咗真功夫。對投資者嚟講，真功夫係高成本、高風險、低穩定回報。對市場嚟講，佢開始變得唔合時宜。梁小龍慢慢被推到邊緣，唔係因為佢唔好，而係因為時代已經唔再等佢。呢段時間其實唔止係佢一個啦，好多曾經紅極一時嘅武打演員都喺度問同一條問題：世界仲需唔需要我？梁小龍嘅選擇大嘈大鬧，咁消費情懷，咁賣慘，咁就冇靜靜淡出主流視野。直到2004年功夫出現，如果你而家再攞返功夫，你會發現佢唔只係一套喜劇，佢其實係一封寫俾香港武打電影黃金年代嘅情書。周星馳做咗一件好重要嘅事，佢將一班被市場遺忘嘅舊時代武打演員一個一個請返嚟，重新擺喺觀眾面前。
梁小龍飾演嘅火雲邪神唔係傳統英雄，而係一個極端誇張、近乎漫畫化嘅反派。但正正因為佢，新一代觀眾第一次真正記住佢，因為佢身上有一樣嘢係模仿唔到㗎。真功夫嘅身體記憶，每一個動作、每一個企位、每一次出手，都係幾十年累積落嚟。火雲邪神成為經典，而梁小龍亦因為呢個角色被重新介紹俾世界。而功夫真正嘅文化意義就喺呢度，佢唔係取代舊時代，而係幫舊時代留一個位置。當梁小龍離世嘅消息傳出，好多人第一反應係一句：原來佢仲喺度。呢句說話其實好殘酷，因為佢代表我哋平時佢真正好好記住佢，直到失去我哋先開始懷念。講到最後，我想留一條問題俾你：如果有一日電影世界只係剩翻特效、剪接、包裝，而再冇呢種真功夫演員，到時候我哋懷念咗究竟係梁小龍，定係我哋自己曾經相信過嘅電影世界？